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Costco 网购经验。娃娃 TV， 我们这边已经封城差不多1个礼拜了，我也已经快要有2个礼拜没有出过门了。现在是非常时期嘛，能不出门就尽量不要出门。但我家冰箱快空了，可是我们又不想出门，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现在美国 Costco 呢有当天送货的服务，只要上 Costco 网站点 Costco Grocery 的 Same Day Delivery， 然后选你需要的东西。在结账的时候呢，选择一个时间或日期，就会有一个专于属于你的 shopper， 在你送货时间前，帮你到你家附近的 Costco 的实体店去买这些东西。不过现在因为每个人都在叫，而 shopper 的人数呢可能没有那么多，所以时间呢有一点难抢。我也是等了好久，一直刷新网页才幸运的抢到一个时间。好，那如果 shopper 到店里面的时候，发现你清单上的东西在店里面没有的话，他就会联络你，看是你要替换相似的产品啊，或者是要取消这个物品。那他帮你买完东西之后呢，会直接送到你家。平常的时候应该是可以叫他帮你送进你家的。不过现在是非常时期，能不跟人接触就尽量不要跟人家接触，所以我就留个备注，叫他按个门铃，然后把东西放在我们家门口。那我好像是上个礼拜4订的吧，我唯一抢到的时间呢就是这个礼拜2了。那我在这个期间呢，我想到什么呢，就又上去添加了好几次，蛮方便的。好像是在他开始购物之前呢，都可以添加的。那我的东西早上已经送来了，是都还不错啦，那些新鲜的东西，蔬菜水果啊都没有烂掉的。那我因为不知道这些东西都有谁摸过，会不会有残留病毒，所以我在把它搬进我家之前呢，都先用消毒纸巾大概的擦过了一遍，非常时期，慎重一点嘛。好，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服务还蛮不错的，不用出去跟人家人挤人，增加感染的风险。虽然它网上卖的呢都比实体店卖的贵了1-2块，不过因为是有专门的人帮你去购物，而且还帮你送到家里来，所以该给人家赚的还是要给人家赚啦。而且现在很多人都是处于失业或者是放无薪假的状态，所以只能靠这种外送赚一点小费来贴补家用。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小费就尽量多给一点啦，毕竟他们代替你去购物，代替你承担被感染的风险。好，那大概就是这样啦。如果你在美国也有兴趣的话呢，也可以去试试看哦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去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去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一下赞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